我哋去32版啦。咁啊，春秋戰國時期咧出現咗百家爭鳴嘅情況，百家即係好多唔同嘅思想學術嘅流派出現啦。佢哋咧就即係互相喺度即係提出一啲嘅政治嘅主張，希望挽救個時勢嘅，所以就即係大鳴大放啦。我睇個背景先，背景主要係有3個嘅原因嘅。由於咧頭先講到啊嘛，春秋戰國時期個封建開始瓦解啦，啲人都唔遵守禮啦，咁啊宗法制度又運行唔到，咁井田制度啊嗰啲都亦都隨之好難去實行啦。咁啊，同嘅諸侯國都希望能夠即係稱霸。為咗富強咧，亦都希望能夠招收多啲人才，咁所以咧一啲嘅讀書人啊，就紛紛去寫書啦，就寫自己嗰啲政治嘅主張、一啲嘅學說，咁啊，而且佢哋係會四出去游說統治者，去採納佢哋嘅嗰套思想嘅，所以咧學術咧隨之就傳播出去啦，咁就唔係淨係咧，好似西周時期嘅皇冠之學啦。淨係咧一啲嘅貴族先能夠接觸到呢啲學術層面嘅知識啦。咁第二點，教育變得普及啦。由於咧封建制度瓦解，咁兼併嘅戰爭咧好頻繁啊嘛，咁所以咧一啲嘅貴族咧因為戰爭落敗，所以佢咧就淪落成為咗平民啦，咁就改變咗原先嘅階級啦。咁呢班人佢都要揾食噶嘛，而家做咗平民，佢都要維持住自己嘅生計噶嘛。於是咧，佢就喺民間嗰度講學，即係分享自己嗰啲知識啦、學術嘅主張啦。咁所以令到一啲平民階級嘅人都有機會接觸到學術啦。咁學術就唔係再係貴族嘅專利啦。咁同埋呢啲讀書人、呢啲士人咧，對於治國處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見解，所以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學術派別，有儒家、有墨家、有道家、有法家、有名家、陰陽家、中環家等等等等，非常之多嘅。我第三點，經濟變得富裕啦。咁啊，西周時期咁都係即係主要咧，依靠個井田制度啦，大家各自去耕田，去即係透過務農嘅方式去即係維持住自己嘅經濟啦。咁就好少係仲未去全面去發展當時嘅城市嘅經濟嘅。去到春秋戰國時期啦，個社會開始咧富庶起嚟啦，亦都出現咗小啊或者大規模嘅城市啦。最出名就係齊國嘅臨淄啦。咁啊，貴族咧養士成風啦。咁啊，貴族咧就紛紛咧就養士。養士係咩意思咧？望第9點，即係咧通過一啲嘅金錢啦嘅方式去鼓勵佢哋咧留喺自己個諸侯國嗰度，去即係提供一啲意見啦。例如咧，佢會為呢啲嘅士啊提供一啲嘅住宿啦。食物啦，咁令到佢哋唔需要咧為一啲基本嘅生活所需而去擔心啊。咁所以咧，養士成風之下，你亦都係促進咗個學術嘅傳播。呢班人咧就可以專心咁樣去著書啦、立說啦，同埋研究學術思想。交通亦都變得更加發達啦。咁所以佢哋啲士人可以通過坐船嘅方式啦，去到城市啦，而啲船咧可以即係一架可以坐40個人嘅喎，所以交通便利咗好多，亦都令到士人可以去到城市，同其他嘅一啲士人去切磋啦、交流啦。但係城市興起咧，都有利於人才嘅匯聚啦。好，跟住33版就係介紹咧唔同嘅學術流派，主要咧就係有呢4家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儒家係啲咩嚟嘅咧？咁好出名噶啦，我哋即係成個中國嘅發展入邊咧，儒家思想亦都成為咗好多統治者咧治國嘅理想啦，統治嘅正統啦。例如你讀西漢嘅時候咧，亦都係漢武帝係愛儒來法噶嘛，亦都係打住儒家嘅旗號去即係治理當時嘅國家啦。咁儒家代表人物有孔子、有孟子、有荀子。
係啦，咁孔子嘅說話就俾其後嘅子弟整理成為《論語》啦。咁啊，《大學》啦、《中庸》啦等等嘅書籍亦都係儒家思想嘅。咁啊，孔子等人咧就提倡以人為核心，人個意思即係愛人嘅，我哋係關愛別人嘅。咁佢就即係儒家認為啦，嗰個人倫嘅關係應該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應該係按照自己個名分去行事啦。咁同埋根據嗰個同心圓嘅嗰個結構，你應該將自己關愛家人嘅嗰種愛去推廣出去，去愛君主啦，愛其他嘅陌生人啦。所以儒家特別去重視尊君愛國，善待他人啦，希望可以藉此去化解當時春秋戰國咁紛亂嘅戰爭。咁同埋咧，君主應該咧即係愛勝內王嘅喎，提升翻自己內在嘅道德修養，推行仁政德治，仁政關愛啲百姓嘅，應該係注重百姓嘅福祉嘅，德治即係用賢能嘅方式去治理個天下啦。咁希望咧百姓喺接受儒家嘅一啲思想嘅教育嘅時候，可以熏陶佢哋啦。亦都喺春秋戰國時期，有啲人就話要復周禮喎，因為咧儒家都特別重視禮教嘅禮樂嘅，用禮咧去規範人嘅思想言行啦。咁啊，即係你喺行為上面去遵從禮嘅時候，代表你個內心亦都係即係服經於嗰個封建嘅秩序噶嘛，你唔會逾越自己一個階級噶嘛。嗰個墨家啦，墨家代表人物係墨子，跟住墨子咧就即係提倡兼愛非攻呢兩樣最主要嘅。兼愛即係無論咧你同嗰個人嗰個對象係親密啲啊，即係家人啊，定係疏遠啲嘅，即係陌生人咧，都係用同等嘅愛咧去愛佢哋嘅。愛人好似愛自己咁樣嘅。非攻即係唔主張打仗啊，因為打仗會帶嚟傷害，會帶嚟流血嘅，即係傷亡嘅。我第三節用即係節儉嘅。由於之前咧有啲嘅統治者咧，佢哋好鋪張浪費嘅，即係例如自己死嘅時候咧，又要厚葬啦。咁啊，墨家就好反對呢一點啊，因為覺得好浪費。你人都已經死咗啦，點解仲要用奢侈嘅方式去悼念咧？去處理咧？雖然啦，雖然即係我哋崇信用翻一啲嘅人才，一啲有賢能嘅人去治理國家，用人為才嘅，反對世襲制度。好啦，跟住道家啦，道家代表人物有老子同埋莊子，咁佢哋就會講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咧係宇宙運行嘅基本嘅原則嚟嘅，係一個自然嘅規律嚟嘅。咁我哋應該順應呢個道，呢個自然之道，咁就先可以能夠令到我哋能夠可以即係好好咁樣生存啦。統治者應該無為而治嘅，唔應該過分咁樣去干涉同埋去管制人民嘅。咁啊，主張人民應該咧擺脫思想、知識、慾望等等嘅束縛，咁啊追求精神上面嘅自由，亦都係希望啲人可以活得逍遙自在啦。好，法家思想，法家就最中意講咧，就係即係重視翻君主嘅集權啦，君主嘅權威啦，所以就需要咧對於人民嘅自由咧就多加約束啦。咁同埋通過法律嘅方式、刑罰嘅方式咧去治理個國家嘅。咁所以法家會講法術勢並施啦，同埋會講想法分明嘅。咁所以喺法家嘅治理之下，啲人亦都係即係好害怕啦，好畏懼君主。好啦，咁韓非子就即係提倡要發展經濟農耕啦，同埋去打仗嘅，增加國家嘅經濟同埋軍事嘅力量。睇完呢四個主要嘅思想流派啦，唔知同學有冇發現咗一個嘅共通點，就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全部都個子字喺後面嘅。點解有個子字嘅係咩意思咧？個子字，個子字咧，即係老師嘅意思，係即係一種尊稱啦。對於當時嘅一啲具有知識嘅人，咁例如如果 Miss Lau 嘅話，咁咪劉子咯，係咪？咁啊，孔子佢原名係孔丘，所以佢俾人尊稱為孔子咁樣咯。咁同學應該都大概可以了解到當時
嗰個學術思想係幾咁蓬勃啦。咁除咗呢四家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流派啦，例如名家啦、農家啦、雜家啦、中環家啦、陰陽家等等。咁但係呢部分咧就唔需要特別去詳細去記中個核心內容嘅。咁啊，最主要係呢四家，我哋溫嘅習嘅時候要多加注意啦。咁我哋嚟緊咧講完呢一課，下一課咧就會即係講第二個單元噶啦。咁就係秦國嘅時候，究竟係點樣咧？咁喺我哋完結之前咧，我想咧展示俾你睇咧，之前咧喺堂上應該有啲班別有播過嘅條短片嘅，都希望你能夠喺個過程之中，即係理解翻頭先所講嘅嗰啲學術流派嘅主張。睇到嚟呢一度啦，咁啊，即係我做一個簡單概括啦。去翻前面先。咁啊，儒家咧就講仁愛啦，係咪？孔子亦都有講到，即係有教無類啦，即係不論個學生嘅出身啦、背景啦，我哋都應該咧去即係用最大努力去教育佢嘅。咁啊，墨家咧就係講兼愛非攻。道家咧就係講順應自然嘅，無為而治嘅。咁法家就係講君主嘅集權啦，君主嘅權威啦。咁主要有啲四個流派啦。咁唔知同學覺得究竟邊一個學派最適合去拯救翻當時春秋戰國嘅敗壞嘅時勢咧？去重建封建嘅秩序咧？同學可以即係睇完啲影片之後再翻屋企去即係諗下啦。